讲到这风台是愈来愈赶近，为着避免风台造成海水倒激，这新竹市代理市长要求各单位沿海地区呢，一定要做好防灾准备，搁带队来到地势较낮的莒光岛，确保这海边啊，抑个北岸边的安全状况。莒光岛目前人口约600多人，伫2001年纳入风台时，最别应该超过一个大人轻欠的关度。后来经过改善，已经解决饮水的问题。这摆碰到3度2风台，大家同款是唔敢大意。那以往我们旧港岛曾淹过3次水，然后到最高纪录是超1.5米，那就是本来是4.3公尺，现在改为4.5公尺。这个增筑计划完成以后，我们旧港岛的整个安全机制就提高了。因为拜四就是旧历9月初1，海水大流，加上风台瓦近，新竹市代理市长拜三嘛带队来去现场关心，要求各单位一定要做好防灾准备工作，确保发生灾害的时，北岸内的民众上无有5点钟的撤离时间。另外，也请相关单位传大型的抽水机去台面。第一时间已经请责成我们的消防局这个设立相关的移动式的一个抽水机。那我们在整个旧港岛带状的滞洪池的周边来去设置。那在相关的警戒达到范围的时候，我们就尽速的去进场。那一级警戒水位呢是4.3米的，当达到一级警戒水位的时候呢，那就是属于强制疏散撤离的时间呢。因那来到新竹渔港，海坑的风影有愈来愈大，船只拢已经入港靠岸，渔民也赶紧把渔船固定好势，希望降低风台造成的损失。另外，伫新竹县拜三透早4点外，传出有树因为风台的关系，风箱头倒去，得到电火条，影响新埔地区的125户停电。好佳在经过抢修，拜三中昼已经恢复送电。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